郑美媚，人称采茶美，将她和采茶戏画上等号。台湾光复后，正式演出大戏，从酬神戏到平安戏，往来南北，戏约不断，灌录唱片无数。1967年因病过世，留下令人回味无穷的采茶戏余响。有很多唱米外吼，外好有很多菜茶米的，主要有很多菜茶米，你去做也个菜茶伊相当有名，不错个，外好很多菜茶米。其迄客家也个铁皮，在台湾铁皮也个西马的吼，做菜茶戏。当年间吼，民国初年也个台湾菜茶戏吼，大部分是西来。做阿丹的也是西来，但是呢，还有人吃到讲，也是咩需要传承，都有人开始属一个学生的时候，属学生的时间，等于讲阿婆去加这段时间，细听家妈妈家妹带点去2-3姊妹去从一个梁阿传先生学习，不说去老梁阿传先生。也得好个时间，但是他还比都15、20岁的时间，也得出来都有3种菜茶戏，可以是也给菜茶戏有改变，很多改良戏的时候就变菜茶戏，也得也接触到人的学业，所以后个也做人的客家菜茶戏。菜家年代技术除了老一3种菜茶戏来传承，只要有教到的也个年学生啊，还好去改过台语转过台语的时候，去创业个平板相当的特色，只要有一个创建。你讲什么路哎？我是我来去咯，我只说嘛，不是讲到按多钱，唔怕啦，快，我下面来。夹来食。伊要做阿丹，也要做阿厝啊，也要做，伊要做呢度嘅角色。基本上来讲，当然自己就会这样子的表演方式呢，还是比较传统的菜茶戏。不说别个创意啊，係相當好。阿婆菜嘅也個菜茶戲嘅部分當然除咗第七個也個戲嘅表演相當有意義，而且呢也個好嘅嘗試以外，也有就會搞得學生嘅嘗試。最重要嘅，不看你通過阿爸啦、阿伯啦，包括從細有許多也個影響，不所以至於還有再個。將一客家菜茶戲繼續做和傳承發揚。曾先知擅演采茶戲丑角，28歲開始與舊識陳火天夫婦唱山歌賣膏藥，45歲與人合組小美園戲班。為應付當時1年1屆的地方戲曲比賽，開始自立編寫劇本，歷經幾屆之後，成為一名能編能演的客家戲曲老師。细汉那时节咧，我住在埔里，还是个要讲学校读书的。
后来光复了后，俺西段那个北江河，还有阿妹啊，上来龙潭庄我家，还有秦木桥啊。哦，嗰陣時間木橋都是那個新湖橋起源做起啊。我老阿妹做這尋那個木橋，啊，所以我講啊，從小我提木橋嚟做廣府好咧，嗰陣時阿妹將我教半那個木橋，哦，農會經驗。行到沿外這個行，向前每番，那個。沿海廣州你知喊沒有？喊完看沒有？沒有看沒有？我喊咩？咩？你知喊咩好啦？係啦。做乜嘅啊？那個新冠就話悶不咯，哎呦，真好。喺年年落落趕腳嚟掛結節，看大夫，看到中山一開刀。哦，四龍才真難啦。後來我是落去一時節，數嗰陣時腳事情多咩嗬？我就學打通咯，打了有3研究咧，還就一方面就看醫嘛嘅，所以要起出來看得清楚咧。後來搶有人打車了後，我就改為做前場。前場了嗰陣時哦，大家都做出錯嘅啦。比如講，你種腳趾有缺，我就去補啊，哦。那個三腳採茶起嘅地位度啊，大部分按照三腳採茶，伊一出台啊，就有棚頭，喺兩沙對答反映嘛個小問題啊，就有個師傅化歇後語來形容。還有講哎呦，從禮拜事情發生上面，哎呀我講我禮拜財神要聊天嘅，跟住那個嘢就講，在開刀咧聲音咧，跟住我講破產了，我看下。破產，所以按送關於啊。當然講法我唔直接講，拿花拿樹，也拿乜嘅東西嚟比喻，你咧山歌。你講佢冇文章，往往都有文章。特別有書，唔會壓機，要拿邊吊機，所以佢唐詩300首啲嗰度都往往要寫平仄，所以咧唱山歌、錯歌一定要有平有仄，要有押韻。對的好，不可以認真，係5年咯呀。介紹。祝福開始啦！看在你阿妹啊，美夢成真萬事宜，謝謝。戲啊，清新行，無論好老莊、唐人莊都清新咗出嚟。我嗰陣時網友咧個垃圾哦，網友講嘅，網友啲天書機，所以一般咧農家人一閒咧，就我哋看你，今年就比較多天書按多按節目你嘅翻新啊，比較看戲都蠻強。喺頭擺看戲非常強，一張停過一張，一張停過一張，所以問題是咁嘅。所以雙層半線做本情況行到暗唔知做戲做本你該按照家變看嘅。陳慶松自幼即隨父親陳房學習吹打、絲弦、北管戲曲及9腔18調。台灣光復約5年之後，自組8音團，以加班的形態在北台灣各客家莊演出，足跡遍及雲林、高屏、花東、台北等地，是客家8音界的一代名師。
水火，一直跟随父亲的陈家班北管八音团在各客家庄演出，是客家传统音乐界少见的老乐师，并常担任民间与公家演剧与研习的指导教师。客家八音我去有一个菜拍嘅啦，布嘅，洋黔，嗰那個線嘅，加鐵色煮比較講很多鮮熟，嗰邊生嘅土前做菜那個鮮熟嘅料。那就山台唱下嚟嘅西方嘅音樂。八音就聽那個爸爸就出去做了八音啦沒有飛啊！那個身上啦我冇拜過師傅，我爸爸就傳統嘅，我學嘅係那個塔嘅，高線嘅，兩種，較專長嘅啦。客家八音樂屬於做我哋傳下嚟傳統嘅音樂。呢個音樂以後嘅音樂，所以咩要希望咧到後進嘅後生嘅，我學有人要學，人家可以講傳承下去，傳下去本地啦就係嘅好嘅，唔會講呢個人嘅客家八音樂嚟消失退去，嚟失傳退去。范陽成機智編唱功夫了得，1974年受邀於新店、北投教導八音，1998年間與曾榮妹合組揚聲八音團，出入南北客家莊的廟會、市場間，頗獲好評。就是真呢，做跳都5年前啦，5年前些时候。是買機讀個，幫我爸爸掉咧，就俾斷起啦。斷起之後，我就講我是挺有興趣嘅東西啦。從小啦就多少學愛先咯，用有興趣，但是可以算學，就學13歲是愛教，楊添先生嚟教，如果個愛教有教。
加个心脏高了，哦，啊，从来就安尼天进落到学到16、17岁就学演戏啊，哦，要做戏，啊做，如果我爸爸低头嘞，俺就走转来哈，走转来如走不下条路钢柱，啊钢柱结果啊你做唔会雕线啦。唔会认真做这些啊，还是结果啊，你做好走嘛。八音的吹丢点，可是按照八音，啊，这个唱曲就一样在内啦，有曲咯，有曲路，哈，曲路加重，有四路啊，四路，地方，哦，金钟曼，哦，按照这个金钟曼，按照哈，这个按照幅度。四路复路，啊，地方这个加重了，还是按照参与才能按照发现的。你学啊有10几岁哈，接来下面来，你像这最多像个打鼓啊、投手啊哈，这50多岁、56岁了，56岁了，里面最年轻的50多岁了。哦，跟一般人都67之多哦，他不会做的，下来你过去就没有了嘛。赖碧霞，从山歌小调到采茶戏曲，在50多年的演唱生涯中，参加过无数场国内外邀演以及校园社区的巡回演唱，期间灌录了70多张唱片，并在1970年代一部全客语电影《茶山情歌》中担任编剧以及主唱。石大金枝，金包皮啦，我一心哦，打来爱送本你啦，你想。金枝系统大家哟，叫你哟，将地爱色彩心啦。那从细个吼，我暑假的时阵，我爸在散读嘛吼，啊，唐人唱的散歌啊，就感觉到。非常的亲切哈，一下躺就躺地去唱嘛东西啊，啊声音啊是当好闷嘛，就是闷到的结果讲，我哋按来呢客家嘅山歌啊，那么这个也喜欢他的漫天下吼，从神经病马上会唱，就是百事风衣吼，去唱教人啦，啊，同时也了那个歌词各方面落去。落去采起来、写起来啊吼，唔晓得写的诗是用主音啦，哈，落去打勾勾啊、打圆圈啦，按一家地的范围内吼，还用日文吼，我爱通一本书嘛，用日文落去主音做起来啊吼，还因为客家的山歌吼，它是用动词、用 word、用音、同音一致来比出来，让你认为讲啊。他跳的情歌就是情歌，你认为讲那唔系情歌
就没听过，它有双关的意思的各位，所以我就是被那个歌词迷到，太美太美。红安地讲的山歌的魅力暗红鸟，我提这个电妈讲山歌的当街唱啊，就是我一个。该跳呢，该插按行山歌一下唱吼，规只街上天天拢点起，汽车来去奥多麦行路来，通常去点来唱啊。还该去做生意的人嘛，就当机嘛，可能了效果如何，所以这个天赋啊，各种东西都挺好啦。还了还有其中唱片公司也来请我，天台也来请我，还有主持节目，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就把那个客家的文化、客家的歌谣带上大众媒体啊。还得想了，安样还唔啦，天台又限啦，被控制的啦。那么想办法，用扮演来将一很美好的东西带上，本台之间能够看得到。就你讲啊，适量人做办件事，就摩托秀又好做哦，写一个茶山情歌。我需要就马裤啊，不必要骑马，并没我伢子，难在大水啦。那么用这个方法拍，然后个宁波落地给打个梁山伯祝英台，用他打到腿面嘛，嗨，cái của cái小时，cái theo cả強度最暗係只，呢個好猛啲講，cái梁山伯祝英台是風遍台灣全省啊，講到個黃梅調，台這種電那樣，可惜過遍沒有看，啊排隊就看得出來買票啊哈，排隊就看得出種人潮。變到你啲客家莊，我譬如啱咁講喎，客家莊，你啲客家田人啊，嚟吹隊伍哦，比佢好，比佢人潮好多。變到啊線啊，下車我就按啊一按啊，吹到啊面啦，慢慢是啦。心莫家己吧，光天老上啊修啊，慢慢了查啦。徐慕贞20岁前全凭自学练就一身卖唱功夫，并随卖药团行走各地的客家庄。30岁时从范江兴喜学弦笛，其后虽已向关西摸骨先生习得命理营生，仍然不忘参加各项山歌比赛，得奖无数。來，你就來唱下歌啦，客家就愛唱啊跳啊，教音樂啊，18歲就教了，就學唱歌了。30歲就開始學弦嚟了，學那個胡琴啊，學過啊，自己今年13歲去做廣府所以出門賣東西，賣茶古剪刀，差不多20空歲就去拜竹東嘅黃先生，黃永燦先生。青松腰的事情要認真啦，青松腰啦。該
陈先生去访问伊啊，去喷安尼糖啊，喷安尼糖安尼是接去穿去了啊，伊就紧喷来糖啊，该东西就等于好多啦，该也唔要算我拢用来搞啦，无像福建个先生讲赞的来福建东西啦，先生搞安尼叫咩无用来搞，其实紧爱嗰啲糖安尼肉入去来，紧糖。讲下我都福建逆险胖虎啦，那你传统性的是我们逆险胖虎啦，还该国我个是我们国府、大府、总府啦该无同样该怎么爱国我个啦？你爱那个传统啊，三国太茶、九江18条啊，手中那个我们逆险胖虎，设计啊，学个设只就我们逆险，学个太只个是我们胖虎，学讲你太机福建呢，不拜先生啦，无拜先生，无法出爱出东西出来啦。那先生他们讲，那条那公声，那条那马声，马家那讲溜车，去多只手指，一只手指，马家两只手指，马家三只手指，马家4只眼球那马家，该按人讲，你就只有爱出来个跳出来，过出来。不谈个跳啊，你这个中医上学啊，都你上学各方面按中医。就来清阳港啊！林秉焕，1949年因缘际会下拜知名客家艺人卓青云为师。从此展开跑江湖卖艺的生涯，为应客人对表演内容的多元需求，到处吸收客家山歌、儿歌、顺口溜与各式杂戏而自成一家。出字呢，卻包含相當法，有個出字有一次啊。就這個特別，所有在路巷、農村巷，還是賣做功夫、賣插沙就所謂，一其中包括變模式變大一變模式嘅，這樣一種。大產國式啦，如果大產嘅佢做功夫，佢也係一種。人呢種表演嘅。唱歌嘅，有人講出拜大細齊賣藥嘅，神腳齊齊嘅條嘅，包含也按咗中啊，叫人插字、切字。民國31年。到34年功夫董事啊，我就在屏東嘅飛機場啊，一個航空廠啊，做一個售貨員，飛機售貨員。因為我對交通嘅人，我對交通方面啊有興趣，因為你本身在飛機場嘅時間，售貨嘅時間，我除咗稅務以外呀，連售貨飛機嘅時間。所有通災我就有通，我就唱歌嘅，我對歌唱方面相當有興趣，我也有天分。哪來攞誒？我對住咧再唔是，無是看冇啦，係啲啦。那喂，呢個係啦，捱翻嗰碗樣咧。過後有電視嘢啊，比較而且如果看電視嘅，比較有個出版方面啦，咁冇人看呢，所以我屬於了以後啊，我就上北部，我就上咗台北接觸嘅，在長間移咗有台北市嘅，咁嗰個。以後我出來人員啊，都以前啊，20年前啊，不是參與一個胡老闆的民謠，
北郡啦、南郡啦嘅呢，係會大路過呢，就羅東啦、宜蘭啦、東埔啊，東北角呢，就話嘅羅線呢嗱，從那呢安尼數呢啊，安尼運呢啊，也改少咗，絕對冇咗，唔可以夠土地咗，可以純人足係咗，所以影響係有乜出啦。又感空中的这样的做大的天，是老天我那不准，忙里看到人家比个比呀还咱们係啊，啲品種啊，組織嘅樂隊客家嘅批貨房藝術團，嘅所有團人呢，漢樂、國樂、白燕、新竹製茶，新式嘅新編嘅流行客家流行歌，全部都會。安個北部啊，也有現時也有5、6個講嘅本係歷史嘅，所以也係出的。本部嘅後果啊，出嘅很嚴，係個也最分嘅。杨秀恒，19岁学三花丑角，20岁结婚，开始行走江湖。24岁自组杨家国术馆，与太太杨许淑妹行走江湖卖艺，足迹遍及全台，擅长客家、车鼓、民谣绝活。好，来预备，从打鼓点开始就不要讲话了，来。南方人啊，就上山做干的啦，种树树啦，就好无聊咩，就食日嘅半山药啊，就应讲啊，风凉凉嘅吹啊，都唔爽快爽快，心情又好，就唱日嘅半山药，就那是一种嘅对火山歌样嘅啦，男女对唱嘅对火山歌，日嘅就讲表示人嘅尼嘅精神意气。大家歌谣都有兴趣，也嚟唱出嚟嘅情調，是會火。冇啲工作啊！冇啲通作出小課，按問後面嗰個將牛皮飛入去，用嗰程度，一講小課，又出盤嘅，佢做嗰時就冇做我彈起來，佢也冇做我彈起來，佢又要錢都愛，冇都做唔得，出嚟嘅情形，講過啊學過嘅最主要。冇內向啊！我就愛出場，8歲就開始練功夫。練學大拳，都學大拳頭。所以打到老唔錯嘅，練到老，我都去變過，也是14就變變。頭班嘢唔是14基礎學，頭腦學變化大，佢頭班嘢唱就個土班。今年年唱到個文化。通過實際唱土班嘅時候，八字全順，來了嘿。山啊講唔錯，來橋啊猛啊開，
太路唔行來，生啊了啊台喲那一個就半山腰嘅山下歌，叫做山歌，被潘粵都係嚟唱。山下歌，山歌唔錯哦，人被潘粵都學慣嘅。嗌那本人咩？山下歌唔錯啊，橋啊蠻可以哦，太陽路。嗱，你美濃人嘅特色都有3種嘅歌謠，半山謠、長一排、太步調。那個太步調同長一排兩山呢，係演講唱。咁老實講啊，表示那個中氣十足，難怪有8億嘅中氣啊！就演講大行嘅唱歌本人彈，鐵碟發揮人哋嘅歌謠，天意咯發揮人嘅心唱嘅力量啊！等係一下開一個講一下嘅，嗰時嗱另一個時間準備冇乜好聽，冇乜好看，做。傅明光擅长各式传统建筑，包括三合院、四合院及南北式宫庙、家祠、祖堂等，像北埔南部村金刚寺、新埔的3级古迹小刘家祠，和北埔的1级古迹金广福，都是他建造以及修复的成功案例。寒芒天太高，结果就走。特别的一下促销好毕业哈，有些我是有医院来做那个内训哈，所以有现在有语言，因为我每个中介阿爸哈，伊系做台苗的师傅，就像我那讲一样，我哋做前后，那啲俺知道嘅，俺主要是讲俺啲按写，蛮好也好，是退休毕业，是做专业海哈，做专呢。刚才16歲，16歲是15歲，人啦冇慢知道是咧，俺是到去做學識吧，學識也蠻辛苦，冇買錢咯，嗰時冇錢咯哈，人員啊。嗰陣時台公園是做人35萬元，是公園台公園35萬元，2030萬元。我哋學識嘅人員做人是8萬元。要把讲我哋讲，师傅带我哋出门去做台舞嘅时阵哈，但是因是看到老阿时代是冇供养专家是因来散步，让我哋喺度嘅打不显啦哈。其实整个让我哋散步最好金片片，写进去pan片片咯哈，正面水嘛pan片片都服侍我哋用嘅哈，按部头度按照招台我哋按配我哋是穿甲是头强调按用嘅哈，写面水小心都要写面水写的，咁嘛是。都是看台都挺好玩的哈，你还记得是多嘞，我跟我嘞都是普遍的，冇买台式服的买东西都是好关注，做人好多嘞，是好普遍的嘛。今年时代冇穷人会说，是讲唔谈嘢算好唔好不管，便宜就有选择。老头摆装呢，当然的哈，到底下300人元嘞，300人元嘞。很非常硬，你还是咧，网友经过用研究，实际咧，主要是学嘅嗰啲三合院三合院嘅安尼，嗰陣時是也挺少嘅啦，過了是也有左右2籌嘅那種嘅喎，
咱过来是专门封教那做家丑啦，做就好多丑啦。传统嚟爱看到咧当木嘛，像咧边播特别时咧播放播，人家摆出咧，深度咧养木嘅师傅了，老实讲哦，真少啦哈。其实现在开始变阿烟饼啊咯，阿烟饼淡落去就冇同样面貌就冇同样了哈。边讲了个3合院、4合院是好事，你改土瓦个，那改土板瓦个，每套是冇同样。是叫传统式的宫殿型的做法。伊咧唔系，本该铁棍个、铁布个，组合式的，人是好的嘛哈，技术达，这是变形是冇传统的嘛哈，做成比较洋的嘛，所以我哋实验透露自己其实会自然淘汰。邱和顺15岁时，随同乡徐茂发于杨梅习福宫开始雕刻生涯，后师从名匠黄归礼。1985年开始民俗木雕创作，1989年决心以寺庙为主题进行创作，迄今已举行多次个展，作品备受好评。我15岁是开始学师，开始学师的时候，我师傅就那提面法，提面法我学师学2年后啊，我师傅就死了，我就冇出师又走过王桂里，从了王桂里，嚟台北人边口那个王桂里先生又听佢办学办做，在台北龙山4年做了后是哪我都进去学，哪要进去研究。我是全台强庙行，我全台强庙我都有去研究啊，所以我係講。今年學師學出來時陣啦，一講多啲個冇出師，唔過我也聽研究，我也聽為研究那個宮廟嘅事情，你建築物，宮廟建築，原來古屋啦，那個我也聽為研究，研究多年來咧台灣嘅建築款用好，建築好嘅是，像講係了解古廟了解古屋冇好做嘅冇好做嘅時節佢就改行嘅，就做木匠，做泥水，學做泥水，學做木匠，做嚟做去年紀都大咧，我是冇去做嘅，我是想你做也唔會賺錢，該做也唔會賺錢，我就改行做裝潢今年民國74年民國74年我就開始做了民俗雕刻，做了個傳統頭擺人做塑手做本來後台人好看有人愛就買佢冇人愛我就甲表。兩眼作品這南轉嚟都要得到感謝創啦。民國89年中華藝術基金會又有請在南佢要辦那個終身成就獎俾我。目前的雕刻部分手藝這個樣要得到終身成就獎，才嚟全台
陈富雄，16岁时入门，至今已经40多年。由于公妈牌制成牵涉雕刻、漆工、彩金、木工、书法、彩绘等工艺，皆需专业分工。但由于产业没落，人才凋零，陈富雄只好一手统揽，也因此练就全方位的技艺，成为业界翘楚。银班啊，有事同乡，无事啊不敢同文。为人啊，你人传堂，全日同工，你公主堂啊，重建乐县，先祖登康滋养权，向北天体神明，日月三江啊，为同江林，在天家。雨下大，在水家流传高江，在酒家地球出天。30-40年前啊，你按你台湾的社会啊、环境啊，大家都唔係真好。我哋嘅祖先啊，我哋嘅爺爺啊、阿爸、阿公、阿太，全部都走了嘅條路。就阿太呢，都大量嘅產出啊，改變人學量嘅收入啊，傳在呢台灣。熱心呢，就經營了嘅行業那種事業。事業經營到阿爸，下來呢，我要叫我三兄弟，三兄弟呢，兩個呢就冇去發展，我呢就都留到屋企嘅啦。又講啊，有個收入啊。客家人的傳承啊，冇必失落嘅。不論如何呢，他艱辛啊，他辛苦，都要做下去啊。你下呢，你做了個你客家人的阿公婆牌啊，太牌啊，第點就要選那個材質啊。那個材料呢，比如說你面當嘅，有個竹孔啊，有個筆係來萎縮，你就冇用。切掉個好嘅部分啊，來裁切。第二條樹呢，線啊，散當裁下來嘅使用。在30年前啊，我這個土地嚟做事嘅啦，就感覺呢非常嘅好。一般好，嗰陣時呢係啲農業社會，大家對啲客家人嘅祖先嘅敬奉啊，非常嘅神意啊，非常嘅神聖。但是漸漸呢，我哋嘅農業社會呢，進化到一個工業社會。一個農業社會嘅肢體呢，落到工業社會嘅時陣，就對那個親情嘅關係啊，漸漸嘅就係淡化咗起來。對祖先嘅敬奉啊，就變到上面嘅老頭輩啊，就完全冇重要嘅。老祖啊！流傳下來啊，點燃劇目啊，就為母親啊，表示就孝道嘅根基啊。所以呢呢，嘅上主啊，應該我哋做木嘅人啊，魯班先師啊，就有按照點燃策文工策兩種。呢客家人嘅祖先啊，所有嘅策村啊、村拍啊，就係以記一個點燃為準為基礎。你市面上呢，所有嘅呢，就係無按嘅根基。嗰時候你係刷啊，寫筆啊，天天呢，切呢要切均勻，冇變嘅有有條微縮盤，有條微縮拍，盤嘅微縮呢，全部有同樣嘅關係。叫佢打菠蘿椒啊，像杉樹皮樣，就切唔好看啊。天一點呢，要切有個耐心啊，就是多頭多角啊，全部都要裝到來。做咗嘅東西呢，讓佢講，讓佢好看。一菜鹼出嚟啲，你講嘅鹼泡嘅呀，就係你中國大量嘅，為啲福州啊，嗰邊傳過來嘅東西啊，啲真黃鹼啊，叫嘅，啲脆嘅嚇，一到真鹼啊，我哋一裝啊，然後明落去。
干上金好诶以后呢，一行行出下屁来啊！哦，就讲这个完成的这个他的作品啊。这个那客家人呢，最主要啊，这个阿公婆排位啊，然后好多人呢有多少不相同的位数啊。哦，第一条嘛个，那客家人呢，所有的阿公婆的这个子孙啊，哦，人家子孙有出现的呢，所有的名啊。哦，一只全部都记录上去。那叫历史啊，唐宋秦始啊，这历代哦，时代古珍珠。历史呢，那历代啊，无停的意思啊，所以一代呢接一代。谢景来22岁时开始学做蓝衫。1941年，日本人强制停止制作民族服饰，光复后蓝衫才又重现市井。1987年，高雄县观光季活动，请老师傅现场示范，声名大噪。虽然已经93岁高龄，至今依然每天穿针引线，缝制蓝衫。24岁是还没弄，60年的啦，听下啦，还没那个蔬菜锅饭，哦，他一定来出普通国用的啊，我蔬菜饭，10年做行，没弄好，山有情，水有意啊，水没应走啊，没出走啊，山爱见下就咬我的，下就咬我的，山有情，水有意。士林那位补给上面全部有用西装队啦，有用装队啦。那个度啊，还有呀，等那个做布袋上班那个那个好做，皮带个都那个当做裙的皮带那个都做。还台湾有那个铁色松南啊，那个磨那个的，今日什么都有挂方便。还有那个金光挂的，有的出茶布，出茶布就是做那个茶就是做的啦。高人的啦，生意高人做中行的，还有生意被打掉。你看我辛苦，每一个都没做的，还上面没有的，都够用。一个的内部位，你也从头没做了。
朋友啊么啦。伊迄尾要跟强啊都合作南山啊。啊，日本人做市场咩，所以爱合格，唔好做嘢都难。合格嘅都看事咩，算钱本人啊。就算升过少，我讲差唔多要升过多钱本人。啊，伊做边啊，当个个出门哟，爱讲唔当哟，孬呀，当个个慢慢的。刘星星幼年随父祖辈学习胡纸手艺，至今已经51年。随着时代风气的变化，刘星星整合台湾各地、中国大陆的匠师，将数代传承下来的纸糊诀窍扩编成中小企业的规模。最基本的原理是啥样呢？那个该种的塔过了啦，过了用锯吊过熟了，这最基本的原理啦。这台中来推到了下，只有差不多200年的呀。我哋行业是我太少到了下。已經到了有5台人了，5台人，特別台料是超舊3條了呀。看過來的台灣也冇聽啊，繼續做下來到了下，一下個人做的手藝冇同樣，吹節冇同樣，那個人下要求的東西也冇同樣。出場了下個一種係古紙嘅一部分，古台式一部分咯。全台灣地北度啊，還有名嘅吼，北埔啊，係像林啊，土家啊，是真有名嘅師傅啦。喺中埔有金門市啊，吼三草屋啦，喺嗰條是阿勇市啊，該是真有名嘅。喺南埔有個阿嬌市，也真有名嘅。新竹嘅行人是冇按到乜嘅市啊，是愛新埔民俗啊。所以我哋推啲棉學嘅東西，台式嘅棉學，我哋要吸收全台灣有名嘅師傅嘅棉學啊。所以特別人做台式啊，我做個學嘅香，較派嘅，學嘅棉線咧，真壓嗰度惡貴啦，因為那台式係因為台式佢係觀音嘛，叫大士嘛，觀音大士。這個大士的名字就是名是按照台式啊，台式是觀音嘛，觀音是台式。這個一種嘅東西早期是靠手工嘛，手工做些，是愛上台人、上主人做下來，全部靠手工。手工兩公婆結婚做咯。是要做是要錢啦，要做要錢，做唔過賺唔到錢啦。喺兩三件做，最多賺嘅錢是成日學台片，韓國成日讀書片，因為買屋嘅錢咪冇可能賺到啊。
了还有一点，这个经常做唔得啦。了台湾的发展按急，台湾这样是做起台湾人的完全改变，当政府，和政府就带动的 area 都收管，收管 area 是用想办法看，用办法讲为抗台，抗台所以是台湾强硬的有条件啦，了咧强硬而且咧，伊供应用讲找台湾人的供价，用钱用做，还是亏本的嘛。亏本俺就是上个办法来讲，伊爱样板转型是，爱得他是就墙外路伊冇爱挑拣到墙外路，伊爱有唔免嘛个公司啊，唔免嘛个工厂啊，还是催我袂计去前面推广，向譬啥推你会去做，你该是二手上手的事啊，是不能譬啥伊做，我不能给伊做，和挑手安装，该含咱的技术啦。是台湾自家做，样样转型。吴开心，13岁到日本人经营的大坑窑厂，自此展开了他的陶艺生涯。在63岁那年，将厂务交给长子吴松奎，一心钻研创作之道。历经波折，终于成功的从传统窑业转型为现代陶艺，声名远播。我爸18岁就开始来做一下已经过世了过世的，我就60岁就搞本来，我20岁就开始接家头做，做一下来已经可能有70岁，差不多60多年的呀历史啊，一间工厂历史有60多年了。传统我爸属于做传统的。后来，伊60岁个搞本来时的，伊就在做艺术品的礼貌中有来语传毕业，就来那边教艺术，也艺术学校毕业的人来教。后来又看伊来教艺术品啊，有兴趣就成天给教，他有兴趣就来呢，他自己有创造，自己变化形状啊，从哪出来呢？从家上班嘛，佢都兴趣教人咧陶瓷的人，佢都冇名，佢都做咩？伊名都82岁呢，做到伊做岁啊。日本时代嘛，日本时代有长山师傅，有日本人的师傅，伊从日本人做，这样是从日本人做，所以呢，长山师傅同日本人的技术合出来，看伊看伊哋好像。冇乜嘅冲样啊嚟，有一点变化样啊。因为係做摄影时代有參嘅功夫歌，有參嘅同學，到後來又唔學交通，唔學落去咗，那個東西少嘛，後來轉變高速公路以後，又比較做藝術嘅，又到台灣省公賣局就行嘅，苗栗分通，全部按照件、4個件，全部都就行嘅，交本公賣局。他比較有賺到錢啊，就做藝術嘅大當賺錢。而家傳下都冇藝4年嘅嘢，全部藝73歲做，已經做3年咧。而家本後生藝都70歲嘅，而家佢都4年都40歲以上嘅都搞本期嘅，做2、3年都搞本期嘅。所以說山寨都做完那些嘢，所以而家時期又唔好，就轉型做比較較少，冇做
3种毛胎都错个啦。咱做过你只过得去做安尼意思啊，大致就好啦。ที่年菜技术啦，因为无按照技师所以所有做的东西全部靠手工来做出来。等到也下圈10年来，因为工业社会的发达以后，所有的东西就系量产以后靠手工冇办法达到也量只有完全靠技术，靠个技师一起做出来也量。至于技术来讲，当然以前因为靠手工做的技术来讲，另外就比技师做的东西较神通、较活泼啦。技师做的东西，因为迄量产化的东西咧，就讲较失败。因为做肥的做陶瓷来讲啦，迄天然也世界潮流好行目前台湾的陶瓷业呢，因为受到大陆市场开放的影响以后，真的变得动困难。至于讲要全部下推无，因为一台接本一台，唔係講做唔嚟可以但是如果要有安尼嘅技術同安尼金錢去研究發展，上有安尼技術。吴罗松接手副业时，就枯树头的原状加入人像、动物等立体雕塑，首开天然木雕先河，并将产品大量送往日本展出，声名见扬。嗣后，并在3义成立雕刻研习所，栽培不少雕刻精英。阿公细个都听阿公太咩，因为个阿公太都山方严格那个树头下来加工都讲这东西卖日本人。当然阿公细都听阿公太听阿公太就我学得了安尼技术，就要处理了天然的树头来就卖本日本人去赚到钱的过程法。阿公家细就较好教啦，艺术的天分也较有，伊都好画图。唐阿婆讲，因为细听阿婆说啦，伊讲阿公好画图，我去画亲像，加时代伊那4分法无按改但当阿公名上都打出去咧，讲遐黄罗枪有9人刻雕刻的东西，有生意做。不说个当然连东师大啦，连花莲嘅风水员送人过来学雕刻啦，我学死我是高东多爱土铁因为我土铁高东多。不说都是阿公做其实一系列输了到落去有做木箱的，记得要共同排版，有木箱。做家己类的，做蓝莓啦、木箱伊做啥子的加工有雕刻部分做起来薯片皮来又整弄油不是讲有说啥好做，油人卖唔做拿来卖救起的阵人讲我70就是4年做10块就卖，然后唔做做也好。公司请人讲出做10块来搞，你不用来搞，你对日本雕刻做好多搞做可能阿公就讲伊较就可能就讲伊较好偏田野方面不是用田野方面同雕刻结合落去，就做到也有上面雕刻的传统同这个传统不同比如说马桶木、老虎啦、狮子啦、也有波兰香都是较来的话啦，松树国比较好阿公较松树较好真正因为分比赛会较使用阿公安尼过程对下留下3米，不管是感觉轻好轻光用的。天就马鸟，伊都留下来3米雕刻传统同一般雕刻传统完全无不一样。台湾的雕刻传统就讲较神佛像的东西，阿公同3米的传统就也看到3米就讲天然地主东西较东西安尼传统一难来讲，全世界一难来讲，像3米的地方，也做3米雕刻传统同伊无相的地方，做当讲用的。林阿贵。1922年，随同乡吴振兴前往厦门发展酿酒业，后转往纸伞业，与堂兄共同开设广兴昌纸伞厂，视为美浓纸伞业之揽商。
当初时节都连阿贵哈，卖手工都伊就过落去大陆哈，想要学做酒啊呢。啊，结果伊都大陆银行，行啊都广东嘅咧潮族啊，广东嘅潮族啊，伊有可能人做茶嘅。有个一个杂做地咯，米家父个用到啊，讲安尼都有请西个师傅啊，你们阿贵伊这个本身没做，嘿，伊带师傅过来搞土地，嘿，你们阿贵本身没做，我说讲就传下有，伊也来个，伊个来。很多林香亮，伊也好都有学做插丝，改早个台湾做插丝。方面都讲啊，有太阳沙吧，太阳沙含菜咩，因为那个有冇做头家粉咩，结果伊都过去也都落寞个一段时间啦，也都冇做个啦。我做过后，面容真嘅是咧有咧，都人个古啊真欣赏嘅呢啦。伊就就是也得师徒啊，又在个做，安尼一支炸肉粉，一支炸肉粉的籽，我将伊泡入去吃的吃的脚肚里。正好时间了，有一开表呢，然后投放去了，但是你可以一节，一节了冇浸到哦。你浸到的时间了人家个字拿唔好呢，你年过早的喂，年那个时间了两掌，呀免当过还加一掌，就给三角形。那个传统茶啊就是安尼两格两格盖的伊也包括东昂还有台湾的果心啊新鲜都错个啦可是伊也个盖起来伊也个那么搭骨，因为也先不是讲看下盖伊也安尼盖下来个时间，伊有样诶，伊也东昂也夹一边用下去。那我落骨不是伊安尼两格播下去，可能也一支炸的，一道皮骨的，土爱一道酱汁我是广东讲啦也传下去也别个讲从头摆讲食鸡头肉今年人始终也是讲今年是变成讲一种的黄阿钱是台湾红头道市资深的耆老，习道至今历70余年，主持教坛不计其数，足迹遍历台湾各乡镇。1994年主持桃园新屋乡天后宫7天7朝道场法会，为其重要代表作。上楼梯。做个三兄弟呀，所以那个房你哈，该公司的嘛，还有这阿婆是进做，该做就没做吧，也是祖传的来退伍啊，我教些没音识啊，特别多几种多，差不多有一些，我教名是阿爸按有名。
那边啊，这个出来冇得拖啊，我爸也唔係嚟啊。哦，还是好呀，拖到手是唔拉，就拖開手啊。到13歲學，到16歲就要出隻啦，都要大咗行啊。行下嘢拖到，真拖到嘅。拖到是机械庙，小王庙也拖到哈，但是手个也都拖到，马祖河了呗，哦，哎，嗰啲有班拖，不如唔係夠有病，五條啊，就29。佢咪喺度教條咪喺食教，五條做咩事？哦，識仔啊！哦，啲江湖講嘅，夠強嘅啦。也不行哦，全部都會做，下輩就唔會啊，下輩冇嘅，下低嘅冇嘅。庄胡华自幼聪颖过人，先随祖父练习道法与书画诗词，后赴日本学佛与经文，返台后又得高人指点福禄与择日，堪称台湾黑头道士的顶级教父。我祖父啊，传统当时给农业社会啊，有遗留了曾祖父啊所传授的佛学，属于释教五条的和尚，还同时啊，佢本身也学有艺术，佢也乐意创业，传统修了不少的徒弟弟子，还有阿公也係個第二的弟子之一。今日嘅都是非常嚴格，可以講係喺台灣主攻到了邊第一推嘅五條都市嘅創始人，阿爸也叫阿伯、太伯、二伯都要學，後來紛紛去世，成到阿爸報年。佢不但對佛事，同時對人嘅醫學、音樂都有非常的專長。全台灣公廟日
任何大洲普通不是都会来香港，甚至会抢一积分。做和尚就一定要俗家个做和尚，实在也做了佛教，释迦牟尼的佛教。同时还做法师，阿爸会吐眼血，生眼低呀，都爱初中。但是佢做法师的时间，佢在商人之后，书法之后，乐谱之后，所有嘅多代表人士也好，庙方也好，为了想做戏让做戏俾人哋看，非常勤真嘅。头拜阿爸一定就是草台拜香山，做金山做玉山。目前在台湾目标范围，除了唱用品，个头份呢，五生肉，还有南庄呢，胖醋就学下，目前实在是冇，佢当然有啦。你对体制虽然严格，不要人事服外，像这个职务一样的就。这不能欺骗，对你的综合是学习全强全弱。张富华先生学了个15年艺术的时间，佢也讲青岛客家人失传的艺术。我这先生本来先尊敬呢，我哋因为困难，老先生讲，先生要听我哋排解，有唔对的地方要一一的指头。非常尊重的先生，凡是对佛教方面的事情，非常的专心，非常的热心。要有体制3级的世界各地也有。但是阿爸在一生对在佛学中呢，对社会的贡献。卢腾彻14岁时即于私塾习汉书4年，殿下日后广阅隶书，堪与经典的基础。35岁，随父亲卢阿生在竹东、琼林从事还神祭礼。50岁后，先后拜刘国珍、刘德兴父子为师，学习择日、寻龙。60岁，开始传授门徒。行遍北台湾客家地区，深受乡里委重。嗰是14歲讀韓書，讀3年，讀了以後，嗰是教也要教韓書，教一兩年咁樣啦。以後就是開沙佛店做生意，35歲，聽下吧，學完先，後來咧是讓一個就可以讓退休。以後咧講從劉國珍學關於到我們劉國珍路咧，聽見從家來就學咗2年咁樣啦，我們些自家講來開樣樣啦，好冇事啦，善當冇事啦，呢兩年。也可以佛法自己就去了，上当那些上工当那些上工落流啊，莫选的路应该莫选莫去。拍副片是油片拍副片啊，
拍副片来一些就磨的，酱用片炒好啊，原来。金龙的些水一些磨热水啊，磨水冲多少唔得人原来，老人的上讲冲多少唔得，很水一些就上下来洗啊，原来哦，多到比如那多到些就没做唔得，马上会烟会冲到啊，原来，但是相信冇停错哦，佢相信一些料个会不平个咯，会死咯，也非常万一跟住冇停错东西啊，佢是停错冇落去多咁样脱离咁样啊，唔得，佢停错係人呢，正天难，秋年艰难。血见肉泥泡，寸变泡，人性健泡，地气难，来气苦，切气咸，止气泡，可以出血一样的。人性那些扑血、流血啊，莫按笑凶莫忙东西样的啦，流血体要给样的，痛血头分众生，切带痛，血给来脱离啊。重心讲说在辅助乱做都唔得啦，跟人生的东西有些蛮有些有流血就心肝些做像。陈能旺，自幼即随父祖为人捡骨，从择时辰、坐像到开棺、挖土、晒骨、清理、入瓮等流程，由于做工谨慎、礼节有序，颇受乡人以信。即连当地的天主教修女、神父与教友，甚至是远在南部屏东一带的客家庄，也慕名前来礼聘。15、16歲嗰陣就聽嗌公，唔明嗌白。cái này dùng cái ngay đi dùng bẻ ngay đi sự thi thành quay này của cái như thành chính đi sổ trắng rồi này cái phai lọ ăn ngay đi mới rồi ngay tổ như xếp xí rồi phải xí rồi đây không nhập hạt sáu nghìn tổ đây东西啊thì nó cũng là đây tuổi con này nhưng bây giờ là sống chậu cái tới rồi đi chủ nhân dân đi à anh tới rồi sáng用nhân就是头先讲很不是做啊就讲主要就tới rồi cứ theo ở trường học à mua tổ bán đồ上海đi à左右的地方我哋坐啲過來，佢就擺好時間動，我哋就開始回來啊，我過來，過橋過來就開始釀啊，釀起來就清理啊，清理手槍，去曬灶，所以個自己個硬人去拍好些到轉自己做嘢啦。然後個做緊了，等於人嚟嗬，含嗰啲總之啥啲仔啲用到嘢咗啦。
是我嘛我讲起总有我所以悠悠航水是条泥走，爱子那美是归来耶。nhớ theo người tuổi rồi đặc sắc ở ham này nhớ này nhớ thì còn thì xưa đó còn nhiều 将料断妹，20多岁时，约2战中战前后，因为生活上必须开源，开始在家中设小店，做起咸板圆的小生意。因为手工细腻，汤头美味，佐料清新，吸引无数顾客上门。地方上人都昵称她为板圆姐。只要想起板圆姐的汤圆，就仿佛回到了难忘的童年。就是客家的记录有吗？他这个记录有没有哈？因为他80几岁很难得啊，他走了板砖把它记录出来。86哈。也不可以时间讲先做水那个东西给你，太阳有水，太有水。叫4岁，叫3岁，你行喺那边做工，喺那边，一点还没做，在那边做。他说，人讲，做人做困难，家来会养活，他们买饼给买饼，买饼买人去买点心，要插饼买啦。是买插饼还是买板砖？有的人买个点心板挑面，ยังไงเธอไปเถอะนี่ได้做，สกาย买แค่กิน做，เรียกสนุกแผ่นปุ่นกี่买。你先怎么变样来哈？俺讲西是不是变过了？我讲一路两年来，来哈，俺随身留下来讲个。可是快天来别爱啊！跳过些是做咩样模像，模像改建些就变跳条嘢。哎好，就扎啊，扎比走来用个小头扎啊。然后讲 L 用个搅拌的，搞了好 Q 的，弄了好 Q 的。也搞啲唔講神鬼吞咗出嚟，搞是佢拉嚟弄啦。我買數田嘅數唔要賺。哦，我知道是神章，說是叫人飲，知道神章。好難看啊！这是水滚滚喺度去啊！係啊，一鋪起來啊！係啊，鋪是熟啊！嗰個白蝦米啊，白葱條啊，蝦米片脆，梅脆都揾到。有幾樣乜啊？水仙白甜啊，把啲鋪啲黃光人嘅。葱條啊，喺睇埋葱咧咁樣動自家剁嚟，我上啲要好搞。thế vậy cho mà sửa tọ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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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ối hàng bẹt
呀，从头吃别当香，你也麦片的木香。还有哈密的米糕。对啊，这个适合我们3、4、5年级的，应该蛮腻的。你要记得他讲。我做的基本是好 Q 啊，那么你普通好唔可以搖粉，佮掺粉啊掺埋嚟，佮搖，佮我咪 Q 感冇重要嘛，喺世界黑暗度，做喺度搭係女兩喺度會辦落女笑啊，懂嗎？反正有时间搞，佮特别台港台中创就打扮啊。学啊，普都是打扮呢，像爱弄饭啊，都是用素爱啊。还特别台港台中啊，是为生啊，那爸ไปแต่เป็นว่าที่ไว้啊，แต่ได้นำโพไว้ดี啊，แต่ก็แบบ那公安疗护，那公安做过领导，他嘛当多年他都开了，当多年开了。陈志聪与张景森夫妇以男主板条、女主香油葱的经营模式，坚持纯度要足、分量要够的制成。35年一路走来，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重要的客家族群美食口碑。板条是从爱坡日本时代其实可以传统卖板条了的，啊买白了的也就传统，像买久了的也就做了哈。啊，但是我家来啊，我家体的啦，我家来像看到安东人他咧食点心叫，含摆台湾美来买食来，结果其实对了就生气。你啊店都是我爱来就该做，是35年个店，阿庆个店，新妇的板条哈，该系水质当好，米油当顺，特别的因是农业社会，全部外种因来到了卖干物了都吼，卖到水果转移卖，来到了特别了到新妇也当到建立社比较大。第一代天营嘅食到板条，喺度大到转移，分不开颜色。我实在是大概感觉幸福嘅板条有当好食，特别幸福介入嘅板条是清烧。你啊见到慢介入是因三浦脚是一间店，板条嘅米，你了见嘅板条，罗师傅也系去穿下来米质手工做嘅。因他讲，我配嘅板条用老了见冇同样。上个汤后全部系腌制嚟，肉骨头汤、猪头肉汤，用因主要因啲东西全部气，猪油见到，虽是早先嚟猪气也好，嘅猪油是拿来因是现煎好是将个打香油打好是丢出来卖，点心像铜枪菜，猪板然头信用了就专门来煮份香油。个脆咸甜拌嘛，个啲香油前倒好用啦。那香油人伊冇同用，那香油啊，当4百伊才有只薄啊。就煎猪油啊，前时就煎来猪油啊。面时咧煎猪油、电烧，唔咧牛香油就点两种，当日2万啊。我不卡家族来讲专门卖食来生发啦。爱久了就细，爱破也有高级卖食来上半年，所以咧附近。爱久也有伫咧苗片的卖点心，佢嘅生意，贵介路来讲，佢是最好的。所以认为两个老人家传下来的收益，所以老人家传我讲，你引客来，你卖，公平，有良心，引客来到，你冇讲你生意当好，是来偷工减料，你找你老人家讲的方法来做，引客规矩是为了亲民。林海红的创业史是一项传奇。
光复初年，原本是一个外汇厨师，后来到街角摆面摊，而猪脚只是当时的一项小菜，却没想到备受欢迎，便以猪脚为主开了一家海虹饭店。逐渐的，猪脚竟然成为外界认识万峦乡的感官入口。爸爸都啉海风啊，这名论都海风呢，伊即个名的啊，伊即个学呢海风食堂，内底吼一只猪的吼，咱有时个脚的吼，咱卖2钱脚的，因为个好脚吼，个皮骨头个冻，我哋卖个钱脚吼，嗰是捞起来清好食，捞吼伊个因为慢火啊，莫讲个清太火啦。真太火安尼慢慢的卤2-3点钟啊，吼卤安尼一路个油脱得个木的风气，不是安尼风那风气就有要人食，老人家你要食少少啦，伊人啊好过菜呢，过好食呢，后生的过拿去变呢，规则的拿去变的人切清好食。我当然同人哋卖鬼讲病，阮杂嘢一两个嘢，规支嘅伊唔会切，伊要是得拿出来，安尼切几开。阿爸一定拢面到个，他讲人见师傅嘅作用，也得做护士也得啊，拢面到啊个主角啊，捞可能呢又较好食么，有人要带一得，唔可以油啊，都开始叫他们买2-3扎嘅呢，4-5扎嘅呢，过后。那结婚过后都见买见多诶，那睇到卡时节都10扎啦吼，7-8扎安尼。过后因为人多吼，安尼工业发展嘅下个路，他讲人都见多人事都好事大。头班俺都开始有上工所啦，农会吼，有出状元人啦，我带人人给说，点样方式的，个都是都好事都见宣传，一等落去都必定带过去，佮拢上公所人买呢，买也必定带过去，我见宣传，过后都见说见个闹热起来安尼啦。这个年家吼，有同人哋18有亲戚啦。伊是头摆都同人哋安尼隔壁买啊，伊都专门买个切个面，600的买啊，600的买伊不是做人哋去看伊都安尼卤2-3扎斤买，又斤买斤多安尼啊，人多的时节都安尼。伊都同人哋像卤先卤2-3扎安尼斤买。面多时阵，你个哈巴青多年青老人呢，因为做戏嘅啊，伊讲个老多好食，他讲因为戏嘅买呢，唔过今仔日讲我是当米汤无爱人嘅按好食都错嘅啦。刘火玉所制柿饼令人赞不绝口。因得天时地利人和，传至今日第4代刘兴武，已经发展成产业观光化的金汉柿饼之家，口碑远播全省。起饼呢，摕了9公分，带落去点火的米粉，到了秋天呢，
通讯呢，你就如同了气瓶呢，送到台底港，就会是更好的地步。我谢谢原上哦，我说讲哦，其实亲很上来我来聊，哦，很对我不下的对亚家族的开销事情啊，也非常很具体提供给意见，伊样呢非常用心，伊也是同我讲过，做气瓶啊，要听到3万，哦，按人讲有办法做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除了3万以外，我同佢讲，佢非常的用心哦，就各地方的企业研究。因为企业仲係會所，仲係挑選環境冇同樣，所以企業品質會冇同樣。但加工嘅時間呢，亦方法會冇同樣。所以講，不管乜嘅企業到佢手上，佢全部要一套非常好嘅應付方式。入閘啲門啊，你會裝嗰啲門啊，其實佢非常係用頭腦啊，氣餅我用又買煙牌啊，佢會對持各種嘅超，係用蒙牛眼超嚟牌嘅，因為蒙牛眼超係真，行勢嚟唔會負。貴重又睇嚟去配，曬一下咧呢，竟然會講天氣冇辦法掌握，啊氣候變化常態，所以佢呢當直接去研究呢，也係配咗乾燥機。大气，咱以后呢整理过，都好整理过。咱狗粮是烤皮，皮烤好些叫个炸，那水分那个炸，咱都皮应该烤好就比散，皮应该没比散。但是唔好些是用排有咧排哈，啊你要排些叶皮会久，就提上面那些还能用手，我提醒你的时间呢，用手是在粘一下，粘的目的呢，用啲嘅水分啊，用穿出来。會叫做造，其實你那些做工嚴格哈，你水不要怎麼造，到提兩年呢做工嚴格哈，已經會好造，但到提前的那些呢，都去變轉了做個氣量，而且氣量有做工不要造的時間，你地個通風做出來氣量，這個泡泡，你那氣哈到春天開始呢，那開花結果。哦，經過熱天到秋天啊，來轉風哈，來加工，來起啊，工廠啊，非常難大。很普通啊，你講做一條橋3萬元半年就會好，但其實呢，是一隻起點哈，真緊，貢獻非常大。但等於講，我差唔多是年間的時間哈，那下按佢來本書嘅台哈，就是天體音啊，3者去結合。做出來氣餅吼，也做得講係因啲老天爺啊，本因啲咧北部吼，嚟見面吼，民眾為咗最好嘅食物，啊，做喺秋天嘅時節，啊，咧本大家品嚐咧，係非常甜美可口嘅氣餅。